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新市的河，马阿嬷的树国大道，河水大蒙雾，阻碍上北落南，要转厝的路。天顶暗云渐渐浮，笑阮无生魂。拍甲球的锁链，绑伫心肝头。徛路边的扳指，火红的情丝，一蕊一蕊地雨，亲像阮的目屎，落甲规家路。雨啊雨，请你莫甲阮误，耽误阮转厝的熟悉路，互阮赶紧通转去温暖的家园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25集分享的是台南的老惠强老师所带来新市的河。继续，咱来邀请惠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的心情。其实这首诗是伫我来新市国小咧教台语的时阵吼，第2冬。迄当阵吼。我第一遍骑到乌斗水，乌斗水就是我说的骑机车。较早我毋知影讲乌斗水的台语就是乌斗摆，我就感觉足奇怪，我都毋是盖摆，是要骑乌斗摆，所以我拢会讲迄骑机车的时阵，我拢会讲骑乌斗水。迄天拄好骑机车经过树谷大道。上界特别的，就是因为我足久毋捌骑机车骑乌斗摆去上课，雄雄袂晓穿雨满。了，予伊穿了是阮的主任帮我斗穿的。伊讲慧荣你穿安尼毋对，我斗毋对，就感觉讲安尼家己歹势，食到大母人大母种啊，予伊雨满佫袂晓穿，就落霜安尼，倒水起来。因为迄阵路袂介熟，驶车无感觉，骑机车的时阵会有一种无安全感。拄好经过这个树国大道，就是树谷大道的时候，雄雄雨水都安尼，一阵一阵啊，我的心境就安尼感觉足阴暗。雄雄佫看到乌云天顶，佫安尼暗瑟瑟，我怎啊感觉会惊？怎安尼感觉讲，迄头壳拢怎一片拢安尼空白，敢若亲像人已经无生魂啊。伫这个树国大道。伊相边有迄树啊迄树啊就是安那扳指花，扳指就是木棉这个木棉我学台语了，我较知影伊就是叫做扳指树，嘛有人叫伊木棉，嘛有人叫伊红破布。扳指花咧开的时阵伊落落去，伊迄花蕊落恁涂骹安尼，哇是足粗鲁的啦，足粗鲁的。迄天你来想啦，咱骑乌斗摆安尼一个人安尼骑伫迄大路，佫路无讲介熟的时阵，雨水车咧倒，雨落足大，乌云规个天色暗迷蒙，所以迄阵的感觉就是无安全感。转去到厝的时阵，雄雄转来到厝的时阵，心肝安那足定着的，雄雄就较紧的手就较紧甲写这首诗出来。球就是那个心里面打结的亲像咱咧恰碰洗迄线，如果缠在一起迄叫做拍角球。咱人啊心肝人讲做郁卒，心中有打结，郁卒也拍角球嘛。拍角球拍手的拍咧拍角拍球我就用拍手的拍，结就是打结的结这个球有人讲球，有人讲球就是毛发的毛，然后旁边有一个求婚的求所以我得用这个拍角球。
扳机的扳，我得用迄个黑斑的斑。好啊，然后芝麻的芝，哦，扳机，以这个学名吼，这个木棉伊的学名吼，嘛有人用着扳枝呢，哦啊，所以我就用这两字吼。有咧讲对吼，对吼吼，就是跟随这个小对，吼，我得用密字旁，好啊，然后有4个又，嘿，我就感觉讲，诶，这密吼。这个密就是好像我们的丝线嘛，吼啊，看这会，哦啊，跟他们也是4个人，啊，来对这会，诶，就set up的。咱今仔日分享刘惠强老师所带来这首《新市的雨》，内底有来写到斑枝花，也就是木棉花。所以，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品小姐为咱介绍斑枝花的特色。木棉，咱台湾人拢甲伊叫做斑枝。普遍咱伫咧台湾的时阵，斑枝拢种诶做行道树，吼，咱伫咧白河迄带都足普遍诶吼。即马只要开花诶时阵，拢会当看到规排诶，拢是逐个伫咧遐翕相斑枝。若以我个人看，斑枝上水诶时阵，就是伊开花诶时吼，迄个花看起来就像羽毛球。啊，虽然伊是柑仔色诶。看起伊就是做成橘色的羽毛球，啊，但是品种无共，嘛有开粉红色的，所以讲，咱即马会当欣赏到的斑枝，嘛是有无共品种吼。上普遍的，咱所看的即个斑枝，就是柑仔色的。一般若是讲斑枝，嘛有人甲伊摕迄个花来甲伊做沙拉，做酸菜沙拉。即个斑枝伊有花蜜，吼啊，所以嘛有芳啊、鸟啊，伊会真正喜意。但是伊嘛有花粉，咱一般因为伊生得真悬，所以咱一般咱较袂去注意到这。但是吼，伊若是结果的时，迄个果内面若闭起的时，会拢有棉絮。在过去，有人会甲伊摕来做枕头内面迄个棉啊。啊，在我所熟悉的朋友，嘛有人专门甲迄卡落来，啊，搁伫咧树仔顶的时，伊当伊伫要擘开的时阵，就甲伊卡落来，互伊落落来涂骹了，甲这个棉啊摕来做娃娃，就是咱的迄个囡仔伫耍的迄个娃娃，啊，就是甲伊填一个娃娃起来，然后甲伊剪腰把，就是用这个棉絮吼，非常的柔软，非常的水。但是即卖的人，过敏的人足侪，有的人对着这斑枝有过敏的现象，所以近年来已经有足侪行道树拢是去互人错掉，毋敢阁用斑枝这个物件。啊，咱看到上普遍的，要安怎去认识？这叫做斑枝。若是迄种较正的迄种斑枝，咱甲伊看到，拢会看到伊的身躯，拢会生一蕊一蕊迄个刺，吼，伊迄就是咧保护伊家己。啊，就亲像迄个刺猬共款，伊要保护家己的时阵，伊就会刺压压。啊，这斑枝嘛共款。啊，但是因为伊的定度较无遐定，所以嘛有人摕伊斑枝这个树身来甲伊做玩具，吼，并无用足大，因为伊迄个树身本身就有一蕊一蕊的刺，所以讲，普遍咱所看到的，就是以早咱迄种绒毛娃娃的填充物，就是会用这伊的棉絮来用啊。甚至讲嘛有人摕这来拍棉被，迄是在过去啊。啊，即马咱用的已经拢无用这啊。啊，嘛有人摕伊的籽来甲伊煎油，但是这应该伫咧咱台湾，现在即马应该较少人伫用这种物件。这是在过去，确实就是有人安尼伫使用。
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刘惠强老师写诗，关秀品小姐讲解自然文史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。